第二届林阿妹杯歌唱比赛来，干一杯先送给大家。要唱的做伙唱好唔好？拿出来 ，OK， 进来喽！来，这个闽南语歌唱比赛，你报名未？嘿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一杯，来来来，干一杯，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谈着今夜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可以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涯地，我人生的一切。来，大家搞团唱起来哦！干一杯，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但有今夜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可以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涯地，我人生的一切。好，咱们有啉酒无？哎，无啦，咱边无啉酒，就是较拄好啉。来哦，大家朋友，大家起来了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可以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涯地，我人生的一切。干一杯，来来来，干一杯，来来来，干一杯，干谁？现在今仔日拜二，咱会伫兜唱歌咧。因为这是咱的选拜日，因为咱是第二届林阿婆的全国闽南语歌唱比赛。对，哎呦，这老恭维。本来是要选那个下晡2点的，下晡2点大家做工，咱做看咧。这阵差不多吼，有50-60个人报名了。哎呀哈呀 OK 所以大家要报名啊，哎，报名就要较早的吼。对哦，我们有截止日期，对不对？截止日期，截止日期是20号哦啊3月20号。 ，3月20号。哈。啊，剩5天了哦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赶快报名所哦。以你莫阁想了，实这个人搁咧考虑。真难得啦！呀哦，第二届呢？对，啊，毋是叫你交银啦，考虑啥物，对毋对？啊，唔免考虑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真正来是参加比赛包摊呢。呀，真的。啊，你敢若30块的报名费啊，你嘛？剩的你30块要甲伊拨6888块咧。对这么好呢，30块，林阿妹讲，隆重也去做慈善，哎呦，你看隆重捐出来，咱关出来。哇，谢谢老板。你若有100个人报名，就有3000块。 3000块。对， 3000块，3000块，3000块，3000块隆重也去捐出来。哇！哦，真有意义嘞。所以你看啊，你报名你又可以做善事哦。对啊对啊，甲阮林阿婆先生
共款，你看大人有大量，对不对？呀啊，有量就有福。是啊，这个细节咱等下再讲。好啊好啊再来好啊好啊搁听歌才是。对好来因为是福建歌闽南语嘛，呀所以拢总爱唱福建歌对无？对，啊安尼拜我一个，我这个上年哦，资免龙江巴萨。啊，免，我第一号的。你卖女主人听无啦，讲少年就讲少年啊，啦，少年的心哈。啊那少年的心安尼啦，歹势，我惊我讲这句话会去插着恁三个吗？呀啊你也毋是毋捌插啦，来怪死啊！不是嘛？已经插啊习惯了，插个习惯哈。哦，后尾你莫做讲话啊就跟那去死别来多啊，你看。来多哈，啊，无法度，因为吼，拄着吼，这两位欧巴桑吼，啊，有当时落来甲因讲一下。无插个咱袂请。啊，对，两个为中昼12点剪，到即嘛，还搁咧剪，隔壁店5个人还是2个人，死吧了，死吧习了，惯了啊。啊，你敢有进步嘛？有进步吼。啊，你先好，唱，来，我来出这首歌曲吼，阿玲啊来对人走一个哦。哎走就走啦，嘛咧吹啦啊，。别吹，对，来，拢分享起来吼。来，400几个人，我甲我分享一个吼，来，冲一个500人一个。已经3年后，你说有去无回头，真是予人想袂到，心肝亲像放心免菜头，想袂到想袂到，你会去对人走，无采我无采看，感情用这头。了表面无啥好，我人青春上苦恼，无情的人，阮是阮甲老，永远的甲你，参无到水无流。爱你那对人走，离开已经3年后，你说有去无回头，亲像予人想袂到，心肝亲像放心的菜头，想袂到想袂到，你会去对人走，无采我无采看，感情用这老，看着表面无啥好，我人青春上苦恼。无情的人，阮你是阮甲老，永远来甲你，参无到水无流。3年后，无回头，想袂到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你会去对人走，无采我无采我，感情用这厚，外表表面无啥好，我人青春上苦恼，苦恼，无情的人，阮你是阮甲老，永远来甲你，参无到水无流。爱你那对人走，来走去倒，来走去倒。
免拖免拖，啊免拖啦。你搁拖较长，你也是无机会通好报名。无因为今日敢若唱一首啊，尔所以爱唱较久的啊。真的呢，啊我是甲你讲，咱正拍算。安怎拍算？你也爱唱福建歌，我也爱唱福建歌，嘿卢平爱唱福建歌，建斌即阵嘛爱唱福建歌。福建歌才是好听的。但是咱都袂使报名嘛。咱从来袂使报名，爱安尼真顿卡。生气你袂使报名，但是你会规日工加起来差不多6880八啊！你知唔知？哎呦，你若唔通搁等咯，啊哈，要出名，要赢瑞，吼，啊，要安尼挑战家己，较紧来报名，安尼就对啊。挑战家己是对的。挑战啊，我讲，我感觉这个挑战吼，就是爱甲突破，对不对？爱挑战，爱突破。突破。嘿，安尼吼，再家己个知影讲，到底闽南语歌你唱了安怎？是。这重点是爱有一个主持人，好的主持人，啊，佮有评审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啊，佮加着你看，你唱啊，唔是唱卡拉 OK 呢，唱现场伴奏的呢。老师安尼甲你伴奏，啊，对不对？咱的主持人来了，互因讲两句啊，好，一定啊，一定啊。主持人来，安怎？来讲一个，你莫安尼歹啦，你安尼看人马拉加报名，我什么较主持人？温柔一个，嗯讲哎呦，来报名哦，哎呦6888，什么人都想要爱较塞奶的，哦啊，你去讲一个。今仔日是安怎？无啊，今仔因为双播嘛，你这个目镜安尼无化妆，挂一个目镜，安尼看哦，遮丑，哦，啊，无真歹看。安尼是美图就对了。无啦，无美图啦呢，无看嘛是水。哎呦，甲你我是讲的。无甲你 close up 尔。好，安尼咱先来甲报告一个。哦，今仔日这个那是冠军、亚军，啊，就是那个季军，啊，季军，啊是你要扩军，季军固军啦，固啦，啊固军，数据的固，贵军，季军，啊固军啦，贵军，啊扩咱讲军，固啦，固军啦，袂使讲季军啦。哦安尼6888头名， 6888，第二名3888， 3888名又8888，有啊1888。啊，还有迄个流行的什么瓦苏卡，啊卡拉 OK 贵州的，头名3999，哎，二名2999，哦，第三名1999，瓦苏卡卡拉听 OK，讲不止安尼款嘛，还有别项咧。啊，还有迪兰，迪兰啊，啊，头名4999的迪兰哇赞，哇哦，第二名2399，哇赞，哇哦，第三名1299。哎呦，这种的哦，无紧来参加那会使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吼，阮的人数有限哦，唔是讲吼，一直报名，搁较侪人来报，无哦，阮有人数的哦。对。啊，我人这里报名的情形等，咱请着林老板出来讲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刷落来本。身来甲咱讲。好，算来，咱来听这首歌。福建歌吗？嘿对无？隆重今仔日暗暝隆重福建歌。对这阵袂爱出来，啊，无到1000，未到1000。啊，1000你甲出来。搁来听歌，啊，搁来听歌。咱来唱咧。走1000你甲出来。等下哦，然后唱一条手笔的海花。好，手来笔的海，花。小便都爱花。啊，手边都爱花。大便都变咯。着环境袂当来完成，你大永远难忘的恋情。孤单来到心里的海岸，定伫永远也无改变。不平静的海涌声，像阮不平静的心情。啊，离别的真幸福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。我也永远
忘的恋情，孤单来到胜利的海岸，永留我也无改变。有平静的海涌声，像阮有平静的心情。啊，离别的情形浮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有平静的海涌声，像阮有平静的心情。啊，离别的情形浮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。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，难忘相的情。哎耶！谢谢琼芳姐，谢谢谢，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。好，哎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章程要讲一下。哎，章程哇，那当然线上的朋友呢，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就是这个章程。好，这次呢，因为去年我们是只有新加坡人可以参加嘛，是，那今年不分国籍，不分国籍啊，今年不分国籍，不分国籍，不分男女，然后不分年龄啊，年龄也没有对限制，嗯，哦，几岁都可以来，好不好？呀，那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在我最们屏幕上可以看到哈。对，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好不好？30块报名费，好不好？是，呀那我们30块的报名费呢，全数会捐给我们的这个慈善团体。 PN 到 UEN 201600158K。那当然，刚刚说我们不分国籍、不分年龄、不分男女、不分种族啊，只能唱闽南语歌。是，那我们的这个报名呢，需要这个成交3首歌曲，歌曲的曲名而已，歌名就好了。是，那我们的试音呢，将会通过我们的连线的方式来进行。呀，评判的决定是最后决定，不接受任何上诉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也谢绝我们职业歌手以及我们歌唱老师参赛，不好意思。是，报名截止日期是3月20号。3月20号，你只要把姓名、年龄、性别和 PayNow 的截图 WhatsApp 到85485066。85485066。当然呢，我们主办单位呢，今天赞助单位就是我们林达博神星，还有呢就是我们协办单位，新加坡艺人工会，是，以及我们制作单位是With Media， 还有陈建明工作室。支持单位立新网络直播台。哇，我们的赞助单位呢，还有我们的丢黑，还有阿莫啊。当然呢，我们旁边就有我们的这个2维码，也希望我们线上朋友现在先把它截图起来哈。是的。那到时候你们要比赛的章程呢，都会非常清楚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。是，下来另一首歌谁唱？来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我们如萍姐。谢谢。耶，yes， 哇！这个歌唱比赛，这奖金非常吸引人。对，是，哦，大家不要错过了哦，马上 like and share，like and share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林老板会出来宣布重大的消息。哇，太好了啊！这个退休的歌手可以参加了哦。退休的无唱了啦。退休的歌手袂使呢。啊，不袂使啊！你20年无唱，不袂使啊。袂使。你就是讲退休歌手，基本上退休。基本上咱3个就已经先退休了。等比赛比完啊，这个开始这个。他是职业歌手，就是职业歌手。不，我按个兄啊，袂使参加，袂使。他该报名也跳楼。比如说了哈，黄清源大哥他退休。他
他现在还在唱啊，哪有假如说退休啊？他退休，比如啦，你说他可以来唱吗？袂使袂使，不可以嘛？哎对对对，对已，经是职业啊，比的。如说凌霄大哥他退休，啊，他也袂使袂使可以袂使，哎，吴刚大哥他哦退休啊，袂使袂使。你说他可以来吗？哦你那是有名声职业歌手的。对对。好，就把他们休了吧，哦啊回才来就对了。好，啊来，要唱啥来物？唱一首《走马灯》走马灯。好，来顶一个。啊，哇，我人这过年到这阵，佫无影通拔落来啊。是幸福是不幸，环境来造成，恩恩怨怨分袂清，何必抱不平？星光月光全无停，人生啊人生。冷暖世情多演变，人生弯路走袂定。想今后想早前，做牛一定定。真沧桑的情景，啥人来同情？星光月光全无停，无情啊无情，冷暖世情多演变，人生弯路走袂定。想今后想早前，做牛一定定，真沧桑的情景，啥人来同情？悲欢离合全无停，无情啊无情，冷暖世情多演变，人生弯路走袂定，人生弯路走袂定。走袂定。走袂定。哇，真好听的一首歌咧。啊，比赛吼，什么歌不会使？老歌、新歌不会使。拢会使。哦，无对限啦安尼。请问咱这个评审吼，哈，啊，若是有啥物好的建议，互咱的这个所谓选手啊啊？哎，咱比赛爱选啥物歌较好咧？爱拣适合你家己的歌适合家己的歌你唔通讲即阵流行什么歌哦，这首歌真红，你就去拣来唱。哦爱适合你家己的声线嘛。是有的人比较音比较低，你爱拣适合唱的歌嘛。啊，还有交朋友爱小心。啊啦，啊甲交唱歌甲交朋友有比赛交朋友。有的朋友吼，你唱什么歌，伊本学落你吼。哦对对对对对好啊好啊。哦哦，伊个是凊彩学落，啊就是害你敷衍你啦伊就甲你讲真好啊，哦比如讲你蒙蔽了。哦安尼哦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吼，咱所有的选手爱注意哦，吼，对如果爱爱拣拣歌，爱拣适合的适合的歌，对啊，重点是啊，像有共鸣的歌更较好，嗯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当时你爱适合你家己，啊你唔通问迄其他的选手，等伊就叫你拣一个吼，你袂赢，唱袂赢伊莫歌。拣迄个冷门的，冷门的，对，人人较熟悉啦。啊，对。哦，对，但是熟悉吼，你嘛袂使唱啥啦，人坐就知了。啊，所以，所以爱真斟酌拣歌哦。来，啊，再来，什么人唱歌？
啊，百丽龙江巴萨，哦哦，百丽，心事啥人知？哎呦，心事啥人知？啊，唉，袂使报名，人袂使报名，人本来心事啥人知？ 6888，安尼飞去啊！哎，金财发水，啊无袂使讲话，哎，建财化水。欢迎大哥。心事啥人知？老师，C 啊，对吗？C 是吗？不是，随便啦，哎呀，不行再换嘛。 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诉出满腹的悲哀，踏入一套界。 是阮不应该，如今想反悔，啥人肯谅解？心爱你若有了解，请你就忍耐。 男性不是无放屎，只心敢流出来。男性不是无放屎，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。 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诉出满腹的悲哀，踏入一套界，是阮不应该。 如今想反悔，啥人肯谅解？心爱你若有了解，请你就忍耐。男性不是无目屎。 只心甲流出来，只心甲讲出来，只心甲讲出来。心事啥人知？好。 后来，我们请我们线上的朋友再一次哈，现在我们线上有700多位朋友哈，对，麻烦大家再帮我们动动手指，每一个人再帮我们分享5个群组哈，或者是5个朋友，好吗？好吗？啊，让我们更多人来知道说我们第2届林马宝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，哎，即将开始哦。是，来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到张雄演唱，来，是吗？ 来，欢迎我们的张雄先生，来，就是咱的这个头一届跟第2届斗播啊。对，谢谢。什么斗播？导播，导播叫斗播。斗播，斗播，斗播，斗播是七斗顶，咪斗播。斗播，斗顶就是斗顶就是我甲琼芳姐甲卢萍姐。哦，弟弟，你弟互我切就对了。我品性咧够斗顶的，你知道？好，来，什么西洋歌？袂使安尼啦。谁让我唱的西洋歌？安尼对伊来讲安尼无尊重伊。诶，无我嘛是出歌唱歌出来的。对啊，你要唱什么西洋骨头歌？佮起定你骨头落去。哎，较好嘛。好，来唱啊！你是爱唱啊，卖唱？爱唱，卖唱比赛，星星知我心，好不好？星星知我心。耶，谢谢。来哦。
你是全部。哎呀，昨暝熬了几暝啊知影，可爱的目屎是那亲像一粒一粒闪烁的露水一样，将我出世头一次的甘美的气思味，予我心内欢喜也惊，目屎也流落。是你是全部会知影，昨暝梦到啥物也知影，梦到伊甲郎君来作对，双人踮在云中来跑来又跑去，今夜又是看见着伊带着相片在身边，无疑伊会梦见两人甘美的面貌。将我出世头一次的甘美的气思味，予我心内欢喜也惊，目屎也流落，目屎也流落，目屎也流落。耶！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咱这位星星来唱这个星星的歌，真是啊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 Mr. Lima Boy 林顺福老板出场，跟我们讲几句鼓励的话，好不好？线上的朋友，来掌声鼓励鼓励，欢迎。晚上好。林老板。呀，非常感谢你继续主办第二届，对。让刚才人在下面听歌，哎，林大姐和张兄唱的是新加坡的福建歌，是。哦，呀许大姐和浩浩唱的呀，台湾调的，嗯，所以啊都不一样的派别。在福建歌有不同的。对，那我们可以请我们林老板跟大家说说，为什么会想要再举办我们第二届的这个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？对，我就是希望让新加坡还有机会一个平台，让年轻人都有机会在这边发展，让他们有机会唱那个福建歌。是，因为不然怕他失传了。对，怕他失传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失传了。林马博先生也秉持了一个精神呢，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可以继续流传下去。对，这也是一种文化哦，让我们的前辈和年轻一代在这边切磋。是，所以我们今年不分年龄不管你几岁，10多岁和60多岁都可以 PK。对，那当然呢，我们的闽南语歌曲呢，可以说是呢，让很多全球华人的世界都会喜欢闽南语歌。那当然，这闽南语歌有些是他想要唱，但是他没有一个勇气啊，他没有这个平台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比赛。哎，我听说你很多朋友要参加。对。那我们截止日期是20号。看什么好讲？他我说我林boy，可以延长一下。我们很多回去马来西亚 VTL， 他们 VTL 回去马来西亚，3月初的时候每个赶回去延长啊，莫非有机会延长吗？莫非有机会延长吗？有机会，可以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决定。延长到这个月尾，31号。老板，3月31号，你说可以延长，我们就延长。你说了算，让更多人有机会。好，那我们的截止日期就改在3月31号。哇，太好了！对。刚刚我们如萍姐在讲说，哎呦不是剩5天而已哈，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不用紧张了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个消息还有10天。是，大家可以卯足你的全力，赶快这个呼朋引伴一起来参加。对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啊。太好了，这个消息。对，这个平台比较特别，没有观众。对，暂时不能有观众，但是大决赛可能大决赛。对，不过当你进到大决赛，你已经经过身经百战，对你就有了那个勇气。可能林马 boy 先生他会找一个场地，
大的场地来做一场大秀。哇，所以我们这个可能性的可能性很大哦。是，嗯所以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一个喜欢福建歌的朋友，如果你错过了，你终身遗憾。是呀，这一次是让那些比较没有胆量的呀，可以上来试一试。对对，因为只有 COVID 的时候啊，才有机会没有观众的比赛，对，在没有我们的观众的直比赛播室里面唱歌，对不对？让那些比较内向的又喜欢唱的，是最好的机会。好，很好。那这个林老板，那你今天要不要唱一首？有没有准备？我真的没有准备。不过我坦白讲啊，只有福建歌哦，只有那个味道。是哦，看到我古早嘛袂晓。啊。哦，我伫对浪去给人使哦。啊。听张小姐的《安东哥阿罗》，哇，我嘛不知，我听到这句，我听到这条歌，我想你，我做囡仔的时候听到的。哇，好，安尼今日咱的这个头家吼，来甲阮献唱一首，对不对？我你看，刚才伊做我学迄条歌，伫坎坷的路桥，我两讲我倒歹，飞离我的人生敢若狗屎。哦，龙珠回头啊！想袂到福建话啊，会使唱安尼的歌。对哦。你怀疑哦，不能唱。我的生命好像狗屎哦，这样唱出来很怪，怪哦。像福建歌唱了袂怪啊，我听了些爽。对哦，愈听愈爽。哇，哦，我你福建歌有才调你唱。这个爽哦，伊个冠军就变6880了。对哦，那我最近嘛，你听一条歌，迄条要唱，但是我常常要那唱啊，初恋爱情深甘甜初恋爱情深甘甜，我将气味哦。我都福建歌会使安尼唱啦吼。对，但是我有一个代志，想要甲咱的这个头家吼来报告一下。哎，讲的这个1888、3888、6888，因为大家有咧联署啦，有咧签名，想讲这个报告吼，到时候会呈上去给你。我想讲迄个评审、甲主持人、甲弹琴的，敢有起几日工安尼？哦，哇！我今年奖金有提高吼，啊，唔知咧工作人员的这个几日工有提高。顶一届因为。这提议哦，这样讲，这提议是陈大哥他的心愿哦，就是在演艺圈的时候，他可以举办福建歌曲比赛。这我的心愿。我都顶一届哦，包一包的，今年哦评判哦。好啦，大多你讲的迄包，我你迄包是个人迄包的。啊，我这么。你的意思是讲拢总有啦。拢总有啦。包啦哦。对，食钱嘛要食有高的吼。有影吼。好，有啦有提高啦有提高。安尼我先代表咱所有的全国的朋友，甲头家先感谢一下吼，感谢。我袂公平啊吼。袂公平啊吼。参赛者拢都去哦。但是我先讲吼，你唔通按我迄包挂出来，挂互伊人咧。袂啦。安尼就袂公平。伊人迄是假出来，唔是我迄包挂出来。通货膨胀啊吼！希望我股票赢得无啊？讲笑啦，赢无赢，应该回。那就感谢老家。好来，咱唱一首歌来，甲咱唱一首。还是你人唱我对人无啊？好啊，甲你斗唱安尼好不？查一条福建歌会晓。哦，会晓啊。徐大姐识个。会晓，你来。徐大姐。好来，一条。来，迄条。查一条歌你识。来。王阿波也敢去啊？我对人唱我是好吗？好来，王阿波，甲你斗唱，好来，安尼唱，咱来请你的这个歌手老师，对不对啊？你因为这个林阿波的全国闽南语歌手比赛，咱的这个你的老师吼，来张老师，张老师来哦，王阿波也敢，张老师啊，来哦，是张老师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是张老师啊，我叫你张法师，小弟就来哦。初恋爱情酸甘甜，五种气味哦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旗旗。不管是落雨天，也是风海天，用手来做阵感情爱哟。爸比哦，初恋爱情酸甘甜，五种气味哦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旗旗。有嘞。
唱花钱，烧滚滚一直去。也是落雨天，哦也是风太天，永远来用这滴感情来用。有意义，放鞭炮，热恋的人有勇气，回头去体用。爱情这个唱花钱，烧滚滚一直去。冲冲差不多爱一千了，较紧的摇嘞，讲摇嘞。让我分享起来，咱哟好所有这个山顶的朋友，第二届恁阿婆的帮咱舞歌唱比赛。讲恋的人有勇气，不惊一切哟。无论三更也半暝，风啊破也敢去。不管是落雨天，哦也是风太天，永远在用转乱中用。百变宝，讲恋的人有勇气，不惊一切哟。无论三更也半暝，风啊破也敢去，风啊破也敢去，我的风啊破也敢去，风啊破也敢去，风啊破也敢去。嘿，谢谢我们林老板，谢谢谢谢。谢谢林老板。哇，当然我们线上的朋友赶快哦啊！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第2届哦。赶快报名，报名热线再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，我们的这个 QR 码 WhatsApp， 8454是吧？啊，5066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来那个号码请我们的导播再帮我们放上来一下。呀，这个电话号码好。是85485066，85485066，好不好？大家再把它截图一下，好，截图一下。啊，好，我们在结束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请大家帮忙一下哦，那就是要恭喜我们的兵哥，哎，这个入围10大最受欢迎，20大，我来了，要让你入10大吗？恭喜大吗？是。哎，进入20大的有谁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来，进入20大有我们的林阿哦，不是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杨志龙。还有王炯耀，中，这个会中。树成这个也会中。陈天文，这个也中会中。陈恩来，这个也会中。抓恩来，抓恩来，林明伦，这个也会中，这个也会中。大概嘛丢完哈。这个谁？陈炯江，中，这个中。郭亮，这个也会中，这个会中。李腾，这个也会中，这个会中。建斌，这个一定中，这个方展发，这应该会中，应该会中。潘萨，可能会中，可能会中。陈泰明，也会中，也会中。刘千亿，会中。陈罗密欧，对，会中。陈鸿宇，陈鸿宇，这个会中。徐冰，会中，会中。这个谁姚文龙，姚文龙，会中，会中。张耀栋，一定会中。跟朱厚任，中。所以20位是这样，好。对。那么，因为今年我们有民意调查，也有这个。投票，线上投票，是，所以你们会不会投票啊？你们一定要。当然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投票，或者是你不会投票，我们也可以请大哥来教大家一下。对，就是你去那个 mewatch.sa2022SA 就是 Star Award 去我们 MeWatch 的网页。对，MeWatch。那每个人呢，一天只能够投一票，可是不要紧，你可以叫你出来姨妈姑爹规个靠路上投票吗？那一人一票啊。但是很重要哦，你们虽然一天只能1票，但是你们要投谁？知道吗？知道啊。眼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哈。投你有什么好处？投你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好处啊。什么好处呢？等一下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海外的朋友也可以投。你妈妈不管你是哪里呀，没代志哈。你妈妈要的，看你改改。海外的朋友来，请注意了，现在线上有很多海外的朋友哦。马来西亚、台湾都可以。这全世界都可以啦。全世界都可以。只要会进去 MeWatch 就可以了。是，而且大家平常都很喜欢建斌大哥，你一定要让他在这次红星大奖再一次来上台。是。
那我们那边已经那个网站有打出来了好，MeWhat.SG，对不对？呀呀，好吗？ /SA2022啊，voting top 10 male 啊。那我今天呢，在这里呢，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投我的话，啊，我请你，你投我一票，我请你一条。哇，一条什么？一条什么？香蕉嘛是一条，菜嘛是一条。哇，这个差别很大哎，一条跟一票，嗯，哇，差很多嘞。来，什么一条？说。一条鱼。哇，莫非是天天有鱼的鱼？对，只要你们3个人哦，记得3个人拿你的手机到我的店，我哪一间店呢？382号 East Coast Road， 天天有余。出示你的手机，3个人哦，然后同一家人呐，玩到不你家喝，不要紧不然你也可以朋友也可以。今天你吃，明仔我吃的。啊，没有，你来过就不能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拜年是拜年，只能一次。哦，来过就不能来。在那边堂食还是可以拿走。呀，堂食。堂食哦，去那边去到而家的且只有 lunch 中午。啊 ，only lunch。所以你要预定，你不可以 walk in 啊。是98237388预定，说你们3个人中午几点要来，好不好？而且去哪里呢？我们地址打出来，382 East Coast Road。对，地址是382，很容易找的啦。East Coast Road， 对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回馈给我的粉丝，因为你们支持我，因为你们每天。都投也是蛮辛苦的。因为一人只能够1票嘛。对，所以呢，也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可以每天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拍赞一下啊！你投的越多，就越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天天有鱼吃鱼啊！是，3个人中午的好不好？而且要先预约。对，就这样了，条件是这样。对，那如果说你预约的时候啊，有别人比你早就是满了，那你可能都另外一天的看到没有？有地址啊，大家截图下来，来截图一下，投票我送鱼啊 ，OK， 明天开始就可以了。好，明天开始哈。吃午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限制一天多少人？没有，就是你要预约啊。哦，预约了，对了，所以你没有预约，你如果来了100人，我怎么找？没位嘛，所以你要预约，要有位置，因为刚刚人满了，你就当第2日对啊。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投票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直接到我们陈建斌的 page 粉丝专页来 PM 他就会教你，也可以。对，好，78237388。订餐热线，好不好？ OK， 谢谢大家，记得去 MeWatch 投票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 ，Good night。